后来继续来看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着优饲囡仔减少工时的新政策，3月1日就要开始来实施。商业总会理事长柯书博士认为，无应该强迫企业来配合。另外，针对这个预算，目前敢若编列550万。若是一间公司补助10万块，敢若会当补助55间。问题是，台北市立案的公司有18万间，这么多，是要如何是好呢？台北市劳动局讲会滚动性来做调整。下课时间一个到，未少大人会去接送囡仔，不过这对上班族来讲真为难。台北市政府昨宣布推出上新的育儿政策，厝内若未满12岁囡仔，一天减1点钟的上班时间，预算编的550万块，一间公司上悬会当补助10万块，一个人上低补助15000块。加算算的项目会当补助55间公司，不过干那台北市立案的公司就有18万间。减少工时不减薪只是其中的一项，对未来如果预算有不足部分，我想市政府市长也非常支持，所以我们会在预算上面尽量来筹措。讲拍什么动用第2预备金，新政策之下，企业正常和员工全薪，台北市政府会补助8成的薪水，不过这个规划嘛引起产业界的讨论。上总理事长柯书博就提出3点，首先认为这项政策无应该强迫企业，嘛讲到劳资双方应该家己协商，提供春秋的空间。嘛至于讲有薪资上限的规定，若是薪水较高的呢，政府敢要存？项目并不是这个政策，并非强制性哦，就像我们所有的育儿的托育的这个补助。跟这个托育措施跟设施的补助，基本上都是鼓励性质的哈。台北市伫幼囡仔的新政策开头1千，其他地下市敢会对咧做，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。目前新北、桃园、台南、高雄拢唔敢对，台中市政府是态度正保留，讲会细心的研究。蒋万安的新政策3月7日正式的上路，说来要安怎运作，其他的县市拢伫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